第15篇常因常境与转世成至世间离生灭犹如虚空华至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一切法如幻远离于心事至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远离于断常世间恒如梦至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至人法无我烦恼及而厌常清净无相而心大悲心。一切无涅盘无有涅盘佛无有佛涅盘远离觉所觉。若有若无有是二悉俱离目尼寂静观世则远离身。是名为不取今世后世尽无本。月会菩萨公领。天指降临东土演着天音先参。言提笔在谈宣化真传流子悟参末法实际。弥子吃完真修之事觉己心宽哈哈。万有世间之一切诸法，皆是生灭灭生的不停轮转，犹如虚空中之幻华一样，殊有还无。如果离开了生灭之作用，便如虚空，亦无所有。当幻华之作用和现象显在空中之时，便不是无；当幻华之现象与作用消逝了以后，便不再是有。智者了知此中体相合用之原因，自以便解脱成类，常觉不昧，既不执着一切世间是决定的有，也不执着于绝对的无。而且悲悯世间一切众生之愚迷，生起大慈悲之心愿，乃在一切世间随类显现说法度世，拔济众苦。一切诸法生灭无常，犹如梦幻，这一切都是从心意识所变现，如果离开了心意识，便一无所有矣。智者了知它是在相合用之显现上形成了幻有，但在自体上却都无自性，本自了不可得也。因此能常因常境悲悯世间之愚迷，生起大慈大悲之心愿，而来教化济度世间。万有世间之一切诸法的存在，都如梦幻似的生生灭灭，在生生灭灭之现象中，如果说它是断灭的无，但它却有相续之作用；如果说它是恒常的有，但它却又是生灭无常。智者了知一切诸法，既不是决定的有，也不是绝对的无，因此能常因常境悲悯世间之愚迷，生起大慈大悲之心愿，而来教化济度世间。佛觉者，乃是大智慧之解脱者，他已经了证人无我和法无我。自觉内证一切之烦恼障与智障所知，都因为妄想分别而生。这些分别之妄想心，犹如火光中之烟焰和光影，它之自性却是本来无相，了然清净。故烦恼和智慧同样皆无自性，而本自了然清净。佛达此大觉，故能常因常境生起大慈大悲心愿，而来教化济度世间。一切诸法本来就空无自性，既无生死可了，也并无另一涅盘寂灭之境界可得。既没有一个住在涅盘寂灭境界中的佛，也没有一个佛往来于涅盘之境中。在本来清净之真如中，既没有一个所觉境界，也没有一个能觉之本体。如果执着佛之境界是有是无，也就与执着有一涅盘之可入可出一样，仍然还是法执。因此必须要远离能觉、所觉二边，了无所住，才是佛法正觉之真实内意。也方能常因常境兴起大慈悲愿，教化济度在世间众生。佛从本性清净寂寞中静观万法的正远离生灭之作用，不取一法，也不舍一法，只得性自如如，这便是即离成垢，远离复之解脱法门。若能解脱生灭，还归寂灭清净，便无古往今来之法执，由此而解脱十方空间、三世实际之束缚，以正毕竟寂静，故能常因常境生起大慈悲愿，而来教化济度世间众生。常因常境最主要之道理，乃指出佛已经在无生灭之境界中证的解脱，在自性清净寂灭中得到大智慧。但为了济度世间一切众生出离苦海，仍然兴起同体之大悲、无缘之大慈心，
但他所悲的是什么？是悲众生之愚迷。其实既非实有人和法之可悲，也非绝对的无人和法之不可悲，只是悲其所悲，因无所住而已。故知大成了一之佛法，以兴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来济度世间，方是主要之内涵精神。白杨弟子由此可了悟性理真传之实相与弥勒慈尊收元96大开龙华会之佛心。故白杨弟子以弥勒眷属自居，必须体会理天大道之常因常尽意，自觉觉他，如此自无以法相争，以理自障之模考，或求是非，或轮护魔之苦境，而以平等、包容、光明、慈悲而教化众生，而代天普度收元矣。常因常尽虽未心慈行悲半道行道之指针，但修子往往以意识为凭而不自知，故在略言转世成智以明修心也。唯识之宗指出修子转世为智之法，阿赖耶识有染、净两种子。染法种子自能生染法，净法种于自能生净法。阿赖耶识能生诸法，诸法还生阿赖耶识。人虽由知识上可知诸法为是，而实际上人多执法为实有。因我法二执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故需用修行方法，方能悟人为是。依何修行方能悟入为是？云有5阶段也。一、资粮位阶段，修行者仅对为是之意能生信解而已，尚不能伏除能取与所取。因有能取、所取故生烦恼与所知二障。有能取而执之以为实义，即生烦恼障；有所取而执之以为实法，即生所知障。二、加行位阶段，修行者知道既无实境，离能取事，宁有实事，离所取境。但所取能取仍然因而相对待，于是发上如实智，应二取空，立是第一法。此如实智者，即对于诸法有如实知之事也。然此是第一法，亦只为是第一法，同修行者于此有以为有空相，由于现前安立少悟，故谓四为是真圣义性。依现在哲学术语说之，此境地仍有主观与客观之区别念。对于为是真圣义性，人只可认为知之，而不可谓为助之。三、通达位阶段，修行者至此则实住为是真圣义性，而正真如矣。此于修行大端已得，为尚需加以修治琢磨之功耳。四、修习位阶段，修行者至此即已至修行之最后结果。五、究竟位阶段，此者八识、眼、身、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皆转位至，此时是皆为无漏识。无漏识能变，诸种佛身佛尚为其所变。识中本有漏、无漏及染法、净法二类种子。佛身佛土即依无漏种子而成一世界。在转世成智时，人对一一种子皆无所执着分别，亦即一一皆如其所如，而互不为爱，相望如透明。此时之第八识，即转成纯净圆照之大圆净智。第七识之执我者，今则化为是一切我与非我平等者，亦即转为平等性智。而第六识则因一切随烦恼种子，即第七识之根本无明与根本烦恼种子悉皆化除，因第七识之我与非我之分别所生之意识上之我与非我之分别心已不起，于是此意识即成善妙观察一切法之自相共相，而无执之妙观察智。而前五识眼、耳、鼻、舌、身，因无一切第八识、第七识、第六识之烦恼种子而来之染污障碍，亦即成为善能办其愿力所应做之事，如眼识成办见色，耳识成办听声之成所作智。转世成智乃由修习性理真传，由种种实际之舍染取净之修行功夫，去除第七识之根本无明、人、我、法执，而如实了知阿赖耶识中本来含藏之全法界种子。若无明既破，法界、性理真传
被如实了悟，即一切法界诸法种子，亦皆未转前未现，而即皆未现行，皆未现成。现在现见之限量所摄之境，亦无扰乱，而真正之如其所如之还本返原，登理天，面无生，超生了死矣。白杨修子，观此转世成智之法，好好体悟白杨三宝心传，由修行次第，随缘观照，以第一义之觉光持恒性解行证，必可破除如幻如梦之人我法执，而正本来也。http://www.jigong.org/modules/downloads/旅行开荒时